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16号。這一期咱們聊一個熱點話題啊。今天這個晚上一個熱搜是一篇自媒體文章啊，是介紹幾個朋友到俄羅斯去旅遊，正好借着這個俄羅斯不是免簽了嗎？對華免簽啊，有些人就跑到俄羅斯去玩了，然後他們的遭遇。這個自媒體文章的標題叫第一批免簽去俄羅斯的中產傻眼了。由於他這篇文章還上了熱搜啊，而且在這個我看排行榜裡排第3，所以我們也一起來看一看這些中產到了俄羅斯之後他們的遭遇怎么就傻眼了。虽然咱们通過各種自媒體已經看到了，當然了，有的恐怕是梗有的是以訛傳訛。很多中國人呢在俄羅斯生活、經商、旅遊、學習他們的一些遭遇，甚至還有人說，對吧，花8000盧布免費體驗這個裝甲車，這個也算是沉浸式體驗啊。但是這樣的報道、這樣的描述能夠上熱搜，本身也有一點這個微妙之處啊。我們來看一看他這文章是怎麼說的。他說最近俄羅斯對華免簽消息一出，給不少身邊朋友整激動了。大家都想趁這個機會去體驗一下大俄的這種遼闊的這個土地這種既有歐式風情，對吧？也有一些這個北方的這種情調關鍵很多人的印象中這個盧布很便宜，人民幣很堅挺，去玩合算，所以很多人躍躍欲試要去俄羅斯體驗一把。畢竟早在9月中國對俄免簽後，普京曾給出對等免簽承諾，這讓很多人苦等了3個月後，一度以為只是一張口惠而實不至的空頭支票。現在俄羅斯對中國免簽真的來了，這對於很多早已厭倦了東南亞海島，又因為日本航班取消而頭疼的中國遊客來說，顯然是天降喜訊。家在廣東做外貿生意的90後阿豪是免簽後第一批踏上莫斯科的中國遊客。阿豪對俄羅斯的想象完全建立在過去10年的全球旅行經驗之上，落地插卡、打車入住，這應該是一套行雲流水的標準操作。然而現實給了他狠狠的一記耳光，就這一套行雲流水的操作在俄羅斯完全行不通阿豪落地叫謝列梅捷沃機場的那一刻，習慣性的掏出手機準備聯網報平安。落地了給親人朋友報個平安。他提前在國內買好的漫遊包顯示已激活，信號格那個位置卻始終是個令人心慌的圓圈。也就是雖然在國內買了而且激活了那個流量包，但是到了俄羅斯下了飛機，在機場沒有信號。阿豪以為是機場屏蔽，那畢竟對吧，烏克蘭的無人機在到處飛所以他拖着行李箱走了2公里，依然是一座孤島，才發現事情不對，只好斥巨資上了輛黑車。我能想象中國人離開手機恐怕啥也不會了。本來想通過手機叫車，對不對？沒信號，那沒辦法，他就以為機場沒信號拖着行李箱想走出機場，是不是就有信號了？走了2公里都沒有，千辛萬苦到酒店，阿豪好不容易連上酒店的 WiFi， 打開社交媒體想搜搜怎麼解決，結果彈出滿屏和他一樣的倒霉蛋，遇到的問題都一樣都是在國內準備得很充分，到了俄羅斯沒信號。原來這根本不是什麼技術故障，是一條針對落地外國人的隱形新規。為了安全管控，新入境俄羅斯的境外手機卡落地後會有長達24小時的靜默期。你說這不是要命嗎？本來一到俄羅斯最需要的是網，對吧？是信息，這怎麼樣去酒店，怎麼樣打車，對吧？怎麼樣支付一大堆的，結果他給你來個24小時靜默，越渴越吃鹽呢。後來阿豪和當地做生意的朋友一聊，發現所有人都是怨聲載道。朋友一臉苦笑，和阿豪說這事在莫斯科華人圈早就罵翻了。所謂的安全防禦，防住了想去克里姆林宮發朋友圈的遊客，唯獨防不住烏克蘭人的無人機。這個就有點像某些國家的那個防電詐這 APP 是吧？防詐 APP 防電詐這些手段呢，電詐分子防不住，反而讓老百姓取錢打電話都不方便，有異曲同工之妙另一位行動力極強的朋友是有着多年出行自由經驗的北京人老陳。12月1日，俄羅斯對華免簽政策落地後，他和老婆立刻出了張上周直飛莫斯科的機票。
按照老陳說法，出完票那一刻才是真正的傻眼時刻。打開攜程，那些中產出行習慣锚定的希爾頓、萬豪全都不見了，制裁帶走了國際酒店品牌，只留下了昂貴的本土选项。普普通通的民宿敢要5星級酒店的價格，不就等着这些老帽上套吗？对吧？好不容易来一波肥的，不宰白不宰啊！这都是一张一张的卢布，对吧？向他们飘来啊！到了莫斯科，老陈手里的地图导航同樣開始跳迪斯科，和阿豪一樣，因為特殊安全防禦機制，首都區域 GPS 信號被嚴重干擾，定位飄忽不定，人在紅場，定位在機場。AI 時代，老陳被迫退回了原始社會，找路全靠路牌和肢體語言，每走一步都是盲盒。更讓他焦慮的是付錢，微信和支付寶徹底失靈 ，Visa 和其他的信用卡也成了廢塑料。因為這個國際社會對俄羅斯進行金融制裁，對吧？他的就那個金融系統啊，已經把俄羅斯給踢出去了，銀行系統，對吧？在莫斯科那幾天，老陳每天做的最多的動作就是摸口袋，像個會計一樣計算現金餘額，生怕哪一沓盧布花完了，自己會在這個數字化荒漠裡寸步難行。等到老陳想轉機去摩爾曼斯克追極光，酒店和機票再次教他做人。那裡3星級酒店價格輕鬆突破4位數，稍微帶點新的直接2000元起跳。俄羅斯境內航班也都貴得離譜，莫斯科飛摩爾曼斯克單程含行李就要1500元以上，這在國內啊難以想象啊，1500元那你都飛哪兒啊？說實話啊，這些人跑到俄羅斯去玩，可以說叫膽兒真大呀！這俄羅斯的那些民航那些飛機還敢坐啊，對吧？恨不得每個月都有飛機掉下來，空中解體，什麼斷成2截的，每天都有啊，不是每個月都有啊，年久失修，缺乏保養維護啊，這是玩命啊！老陳和我感慨，這哪裡去窮遊，簡直是去扶貧啊！俄羅斯絕對是他人生去過自由行難度最高的國家，沒有之一。阿豪和老陳的遭遇啊，肯定不是個例啊，那去了恐怕都是這種待遇啊。在社交媒體上隨便一搜，你就能看到海量對俄羅斯自由行不方便的吐槽。有人在傑里別爾卡風雪中因為封路被困了3天，趕不上回國飛機，也有人因為語言不通且翻譯軟件失靈，失聲痛哭啊，就沒有網了啊，寸步難行。很多人拿個手機啊，對吧？到了國外是靠翻譯軟件翻譯，在線翻譯啊，沒網了你也翻譯不了，語言又不通，又沒學俄語。很多中國遊客帶着享受紅利的預期，興沖沖的去了，結果發現這個紅利着實有點燙手。中國遊客在俄羅斯頻頻踩雷，但真正讓中國遊客感到被刺痛的是那個完全失衡的性價比公式。老陳後來才明白，戰時經濟早就推高了俄羅斯隱形物價。他和我直言，如果有誰衝着物價低才買的俄羅斯機票，那建議趕緊退票，因為這裡的物價邏輯早就徹底被制裁重寫了。而很多中國人對制裁的理解停留在宏觀經濟層面，覺得那是國家之間的博弈，和去不去旅遊沒關係，花多少錢沒關係。但從阿豪旅遊體感來說啊，不僅有關係，而且關係巨大。他在莫斯科日挫後不死心，又去了一趟索契啊，那就是那個滑雪聖地啊，那就是以前冬奧會啊開過，那裡是俄羅斯最好的滑雪聖地，也曾是冬奧會舉辦地。在那裡經歷讓他徹底看懂了這套扭曲的定價體系。阿豪在索契滑雪時跟我發語音，背景裡是呼嘯的風聲，語氣裡全是無奈。他說啊，我本來以為盧布貶值了，我是帶着匯率優勢來的，結果發現這邊好點的雪場酒店一晚上也要好幾千，什麼意思呢？也就是比法國滑雪還要貴。那你說跑俄羅斯去幹啥呢？但是這正是制裁帶來的內循環效應。以前俄羅斯的有錢人，那些居住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精英階層，他们的冬天啊，屬於阿爾卑斯山，什麼屬於法國的高雪維爾，屬於瑞士的聖莫里茨。也就是啊，俄羅斯的有錢人，他們冬天都去歐洲去滑雪。那現在他們也是受制裁的吧，去不了了，他們就跑到索契，那索契就人滿為患嘛，供不應求唄，所以就漲價唄。這些平時喝慣了香檳、住慣了奢華木屋的俄羅斯富人，只能全部湧
湧向國內僅有的幾個拿得出手的度假地，索契就是其中最核心的一個冬季蓄水池。當整個俄羅斯上流社會消費力都灌注進這個地方時，價格自然會被推高到不可思議的程度。這個經濟學上啊叫做需求溢出導致的局部通脹。所以說很多中國人啊以為自己去俄羅斯是抄底去的，結果恰恰是去接盤的，一下跟這個俄羅斯的富人啊捲到了一起。當然了，除了價格，還有一個讓中國遊客們更難受的點，那就是旅遊設施維護的衰退。阿豪稱啊，他在雪場排隊時發現，那裡的纜車雖然看着宏偉，但運轉效率極低，經常停運檢修。後來才了解到，這也是被制裁鏈條上的痛點之一。很多高端雪場的設備都是歐洲進口的，現在零部件斷供，維護變得異常艱難，經營者只能是拆東牆補西牆，或者通過大幅漲價來覆蓋極高的維護成本。這個價格漲是有原因的啊，因為它那零部件要從歐洲进口過來，那肯定要通過黑市啊，对吧？通過层层轉手啊，那價格都漲了好幾倍，它維護成本肯定高啊。遊客們支付了比歐洲更貴的價格，享受的卻是正在老化的基建。如果說硬件的硬傷還能忍受，那麼軟件上的硬則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就是服務態度。這個就不用多說了啊，這俄羅斯人你要讓他挑一個最瞧不起的，恐怕對吧？這大國人呢，應該是其中之一，我也不能說是排第一啊，但是至少是其中之一吧。从这个对吧，普京隔了好幾個月才搞定這個叫免簽，就知道了，他們要麼說明他們對大國人一種提防，要麼就是什麼呢？對吧？國內協調困難，他們不喜歡。與這個相對應的啊，是俄羅斯人對印度人的態度，那簡直了。我們先看這個文章怎麼說的啊，他說中國遊客在國內習慣了歐洲顧客就是上帝，習慣了海底撈式的過度服務，甚至習慣了泰國的微笑服務。到了莫斯科、聖彼得堡，你會發現服務員比你還要冷酷。說實話啊，俄羅斯的冷酷我不知道，沒去過，但是憑我有限的這些經驗啊，我去了幾個國家，反正我感覺對中國人還比較友好的。土耳其、加拿大、美國，對吧？泰國可以說啊是非常熱情的。老陳說他在餐廳吃飯都要一份餐巾紙，服務員看他的眼神仿佛他在索要國家機密，全程沒有笑臉，只有機械動作和不耐煩。有人說啊，這是俄羅斯人的民族性格，天生高冷，但從商業邏輯看，這也是典型的賣方市場心態。現在的俄羅斯高端旅遊資源極度稀缺，根本不愁客源，酒店永遠爆滿，餐廳永遠排隊，他們不需要討好任何人。當你不需要為獲客焦慮時，服務質量一定會下降。這就像30年前的啊，國營供銷社，東西只有我有，你愛買不買，就這樣的啊，計劃經濟嘛。中國遊客作為後來者，作為一個語言不通、支付麻煩，還需要額外照顧的群體，在當地服務業鄙視鏈裡，自然對吧？這肯定是最遭到鄙視的，人家都煩你。對於一部分中國遊客來說啊，這種赴俄旅遊巨大的心理落差，某種程度上源於一次錯誤的對標。很多人之所以在這個冬天湧向俄羅斯，是因為另一個選項變得模糊了，那就是日本。本來這個季節對吧，很多人跑到日本去北海道看雪，但是現在由於種種原因對吧，去日本不方便了，國家也3令5申的對吧，在提醒啊，去日本的這個建議取消是吧？去日本航班也少了，那有很多人怎麼辦呢？他就選擇了去俄羅斯。正在這個時候啊，免簽的俄羅斯出現了，大家在潛意識裡完成了一次商業置換。既然去不了北海道，那就去西伯利亞勘察家，反正都有雪，都有帝王蟹，而且飛行距離差不多，看起來是一個完美的備胎。對於很多中國遊客來說啊，俄羅斯代表的是極度的不確定性，更是粗獷宏大、充滿變數的野生旅遊環境。試圖用俄羅斯去平替日本，就像是用伏特加去平替清酒。他們雖然都是酒，但喝下去的反應截然不同。那些指望在索契體驗日式貴式服務的遊客，注定會被那裡的冷臉撞得頭破血流。這不是俄羅斯的錯，是你自己選品的問題。說老陳後來跟我說，當他不再糾結酒店破舊、匯率虧損，裹着厚厚軍大衣，坐在一輛破舊的越野車裡，看着窗外荒原上那輪巨大的紅月時，突然釋懷了。這個恐怕就是叫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通過這種接受苦難找到意義，對吧？然後實現自
自我安慰，然後最後啊，深深的爱上这个地方。你看，他说啊，那是一种粗粝的美感，也是一种在精致的现代文明中已经消失的野性。所以说啊，他从这个苦难中啊找到意义嘛。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说这种体验在瑞士找不到，在北海道也找不到。原来这个完成了一次自我升华啊，本来是去俄罗斯去享受这个美景，对吧？體驗這種異域風情，結果受了教育，最後發現這個教育也不錯。這種教育啊，在瑞士沒有，北海道也沒有，所以還是值。說如果你能接受這種硬核設定，接受花5星級的錢吃路邊攤的苦，那麼這趟旅程或許依然值得。這不叫值得啊，這叫犯賤。而第一批免簽去俄羅斯的人，其實是在用自己的肉身去測試這個巨大的信息差。實際上不對啊，這個說法不對。以前啊，沒有免簽之前去俄羅斯玩的人早就探過路了，他們支付了昂貴的學費，買回來一些真實的教訓，卻也親眼看到這個世界折疊後的另一面。這時候你才會發現，旅行的本質是去感受世界的不同，哪怕這會帶着一點刺痛。如果要犯賤啊，如果要找這種刺痛，沒有必要去俄羅斯啊，對吧？國內就能滿足啊，對吧？這是去啊，到了俄羅斯啊，受了羞辱啊，這個遭了白眼，一種自我安慰。實際上啊，這個俄羅斯免簽之後啊，有很多UP主、很多自媒體、很多旅遊的人、很多在俄羅斯生活學習的人都告誡，是吧？不要頭腦發熱，不要想着這個到俄羅斯來旅遊，覺得這兒多美好。可是啊，好言難勸，該死的鬼！大家看視頻啊。今天呢，我們也考慮了好久，然後跟大家說一些免簽去俄羅斯的一些實話。這些話我不應該說的啊，但是呢，這個真的是考慮到大家的這個安全問題啊。人家最近很多人都在問我們說，中俄現在免簽了，就是中國人現在拿本護照就能去俄羅斯了。對，現在建不建議去俄羅斯呢？其實這件事情呢，要是說實話的話，確實是有點敏感啊，不適合於現在說。但是呢，又有很多咱們的粉絲朋友們問這個問題，因為能看出來大家真的是因為這個免簽想去到俄羅斯。今天呢，我們也考慮了好久，然後跟大家說一些免簽去俄羅斯的一些實話。就是所有的觀點都是我的個人意見啊，就是僅供大家參考啊，沒有任何代表性。為什麼不建議大家去俄羅斯呢？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就是俄羅斯現在在幹什麼？人家打仗，在打仗，不安全。對，特別不安全。就這一點，就是我勸退你們的理由。你去俄羅斯旅遊嘛，啊，最主要的就是錢和網絡啊。你進到俄羅斯，任何一個人24小時之內是不可能有網絡的，這個是國家最新出台的。對，只有 WiFi， 到處在找 WiFi 也很麻煩。就會失聯24個小時。然後呢，再一個就是錢，盧布啊，這個俄羅斯被踢出了這個 SWIFT 的交易體系，你的銀聯卡、你的 Visa 卡在當地的提款機上是取不出來盧布現金的。還有就是俄羅斯人的英語普及率是比較低的啊，你跟俄羅斯人是很難進行有效的去溝通的，這個是語言方面的問題。還有就是俄羅斯當地呢，它是不是最近因為打仗才會這樣，一直來說這個會比較腐敗，警察這些對他會有事沒事找你亞洲面孔的人去要點這個賄賂啥的啊，對，這個就不明確的展開去說的了。你到俄羅斯一定要做好你的落地簽。對啊，落地簽建議大家在入賓館會給你做。對啊，然後呢，對，民宿不做。然後呢，如果說你要是不想做了的話啊，嫌麻煩，你就不要在俄羅斯待超過7天啊，這個是沒有問題的。就是說這個落地簽是中國人一個很大的問題啊，警察就盯着你的落地簽查啊，對，一定要注意啊。然後去俄羅斯的一個最核心的問題還是我們出去玩安全的問題啊。俄羅斯現在由於打仗啊，它雖然戰火不在俄羅斯，但是呢，這個打仗一定經濟受影響啊。俄羅斯的這個通貨膨脹率非常高啊，老百姓手裡都沒有錢。啊，老百姓手裡沒有錢，當他這個看到外國人都像一個行走的人民幣啊，所以說呢，你想想這個安全問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問題？而且現在俄羅斯冰天雪地的也沒啥去玩的啊，如果要去俄羅斯的話，還是建議大家夏天去。對啊，等這個免簽政策再穩定，永遠不要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尤其是在俄羅斯啊。當然了啊，我還是非常建議大家
啊，如果等戰爭結束了之後，可以去到俄羅斯參加正規的旅行團，或者說是請一個翻譯，然後好好玩一玩俄羅斯。因為俄羅斯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國家啊，歷史文化很厚重啊。包括我在俄羅斯啊當導遊期間上這個東宮了，這個葉卡捷琳娜宮了，聖彼得堡了，莫斯科了啊，包括這個遠東地區的海參崴了，都很漂亮啊。但是呢，現在絕對不是一個去俄羅斯的一個好時機。啊，等穩定打完仗了，因為我們出去玩，畢竟安全是最重要的。現在我們也不去俄羅斯。對，你看我們兩個啊，就是根本就不去俄羅斯啊，就是那我们在俄羅斯，你看看我們會俄語，然後人家還是個俄羅斯人，我丈母娘也在俄羅斯，然後呢，我這個在俄羅斯也有房產啊，我們就都多長時間不去俄羅斯了？聖彼得堡我們已經兩年沒回去了，2年沒回去了，所以說呢，出去玩本身就是一件開心的事情，選擇一些比較安全的地方啊，不是說拿免簽去哪啊，這個對啊，這是其實這些話我不應該說的啊，但是呢，這個真的是考慮到大家的這個安全問題啊，可以去俄羅斯，安全最重要，對，但是現在不是時候，對啊，好了。对吧？人家俄羅斯人的建議不要來旅遊。我記得咱們在節目裡面也說過啊，雖然我沒去過俄羅斯，但是我能想象，有的是，對吧？我們要分幾種原因啊，一種是因為戰爭的原因，這個烏克蘭的無人機啊，對吧？你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飛到莫斯科，飛到聖彼得堡這些地方，索契呢更得他經常光顧啊。那無人機一來，那俄羅斯的人家防空系統，它馬上就要進行干擾。電子干擾，所以為了防止烏克蘭的無人機轟炸，它動不動就斷網，動不動就信號屏蔽，動不動就信號干擾。那這個對習慣了用手機啊，沒有手機就出不了門的中國人來說，這是最大的困擾。支付，你查信息，你跟人聯繫，完全那就是啊，只要信號一斷，那人就成了個傻子，啥也幹不了，困在原地，對吧？這個是客觀情況。第二個呢，就是文化差異。這個總體上，俄羅斯啊，你很難說它是個現代化的國家，對吧？它應該比很多地方都落後啊，它比大國落後的更多。就是俄羅斯的服務業，對吧？本身就要打個大大的問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俄羅斯的服務業啊，對吧？旅遊也不是俄羅斯的這個主要的這個行業，對吧？它不像泰國人家旅遊業佔10幾、20幾 GDP 啊，那人家的，對吧？旅遊這塊的服務設施態度各方面不斷的這個叫改進。俄羅斯沒有這一點的啊，它旅遊業不是它的這個強項，人家強項是賣石油和天然氣、賣礦，服務業，對吧？只會比大國差，再加上這個外資一撤離啊，對吧？它的服務業更是一落千丈。所以你看啊，這些中產跑去想訂個希爾頓沒有，希萊登沒有，對吧？都是俄羅斯本土的那些民宿、本土的酒店。第三個就是啊，這個俄羅斯人本來就對大國人呢是出於一種不說敵視吧，至少是鄙視，或者就是打心眼裡是瞧不上的。不要以為你有2個錢，你在俄羅斯那兒就會受到尊重。俄羅斯人啊，打心眼裡第一個他也不認為你有錢，對吧？第二個你就有錢又能怎麼樣？他瞧不上。這個我剛才說了啊，我們不跟別人比，跟印度比。你看這個普京去印度，對吧？跟穆迪兩人勾肩搭背的，是吧？眉來眼去，2個人同坐一輛這個汽車，穆迪啊給這個普京最高規格的這個接待，然後他們馬上啊就簽了一個協議。哎，這回不是說印度上趕着俄羅斯簽啊，不像某些國家先乾為敬嘛，就是我先給你免簽，我表示誠意。然後這個普京啊扭扭捏捏的搞了好幾個月才搞出個免簽，在印度可不是這樣啊，普京是上桿子跟印度人簽了一個什麼勞工合同吧，叫勞動力流動協議。俄羅斯準備無限量引進印度移民，迎接印度工人，好像第一批是80萬，人家缺口是80萬，你80萬印度人啊，你隨便去。而對大國臨時性免簽扭扭捏捏不同的是，俄羅斯這次雷厲風行，一步到位，才過半個月，印度人就已經載歌載舞漫步在莫斯科街頭。現在莫斯科街頭很多啊三哥在那兒說，根據俄羅斯官方統計，已經有7萬印度人進入俄羅斯。就這個啊不夠啊，俄羅斯計劃，對吧？初步是要引進到100萬人。三哥，這個讓俄粉多麼痛心吶，痛心疾首啊！俄粉可以說支持俄爹那是肝腦塗地啊，死心塌地。結果俄爹就這麼不待見他，讓那些仍在激情表忠心、幻想着特殊待遇的俄粉呢，更扎心的是，那些在街頭對黃俄動不動就罰你8000盧布黑警，那對三哥呢態度就變了啊，對三哥呢是奉如上賓，因為三哥也不好欺負啊，人家也是文明古國啊。哎，這個俄羅斯的黑警啊，可不敢跟三哥亂罰款，人家是貴賓，人家是普京請來的，對吧？來上班的，來就業的，就連啊平時
都不正眼瞧这个大國人的這個俄羅斯的美女啊，對吧？都主動啊向三哥們投懷送抱。這個視頻網上也好多啊，大家可以自己找着看。可憐好多這個大國人吶，大國那些光棍啊，天天意淫着娶個俄羅斯美女，俄羅斯美女沒娶到，倒讓三哥搶了先。比搶了他老婆還讓人這個難受啊，對吧？連阿寇啊都敢問一聲，對吧？和尚摸得，我為什麼摸不得？這些黃娥他也不敢問吶。三哥能娶，我為什麼不能娶？說明什麼呢？說明這個在俄羅斯這個鄙視鏈裡面啊，你這南方這個國家，人家是打心眼瞧不上，真的是怎麼看都瞧不上。但是就有那黃娥喜歡熱臉貼人家冷屁股，你越貼，人家越看不上你，就這麼簡單。還有好多人啊，還想着去俄羅斯旅遊，哎，一看那個黃娥，頭部黃娥不也去了嗎？對吧？走到哪兒都是禮遇有加，那是人家演給你看，那是宣傳。你不要以為那個今日俄羅斯，對吧？人家給加藤老師送茶葉，不對，是送蜂蜜，你就以為是瞧得起他，他是利用他，對吧？利用他在國內宣傳俄羅斯，為俄羅斯說好話，那是加藤老師有利用價值，對吧？很多人不自量力，以為自己去了也會受到這樣的禮遇。胡錫進老師去有可能啊受到人家這個禮遇，對吧？那是人家俄羅斯官方邀請他，國內不有幾個學者動不動就去俄羅斯參加什麼論壇，那都是人家官方邀請的，可以跟普京對話，那他都是充當俄羅斯的喉舌，替俄羅斯人賣命。越這樣，俄羅斯人越瞧不起你，這就跟比哈巴狗還不如，對吧？這些去俄羅斯的人呢，最好去一下這個海參崴、圖瓦、貝加爾湖這些地方看一看，看看還有沒有老祖宗的遺跡。去以色列玩吧，出了事，以色列對吧？不僅給你賠償，把你後代都給管上，一家老小都給你管上。你在俄羅斯，如果真的被烏克蘭無人機給炸了，你只能自己扛啊。首先是國內保險公司不給保，對吧？這個很多保險公司啊，俄羅斯的這個旅遊他不給你保險。第二個，你指望俄羅斯人賠也夠嗆啊，就是賠不了什麼東西。還有一個啊，俄羅斯的民航還敢做的，那真的是勇士啊。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